色素源頭，24小時無間斷美白，白得咁通透，我嘅人先至可以去嘅，我咧真係冇會驚。都係從經濟角度出發嘅，我好欣賞佢30年前已經咁有遠見，買笪地仲可以升高佢，用埋下低嘅停車場，我話簡直一絕。哇，都師傅呢個經濟效益嘅諗法啊，同風水有冇關係咧？風水揾就麻麻地啦，唔得藏風聚氣，啲風喺下低鼠來鼠去咁樣，好似麻麻地。哎呀，好啦，第一場就睇完啦噃，跟住嚟下一場。喺正當年嘅投資市，地廣人稀。街上邊上翻個類似人類嘅生物影都冇啊！如果夜晚自己一個人都咪話唔驚啊！行出咁耐都未見今次嘅真八景，好彩難得揾到個街坊嚟問下路啫。直行轉左咪係咯，其實呢度好多人都知呢個地方㗎，不過唔識點講啫嘛。哎呀，嗰個地方啊，好難講㗎喎，你不如呢度出去再問下人啦。有幾難揾啫？水蛇春地址就係呢個地址。食體驗。好聽到啊！整嘅飛飛燕窩特約，天之樂園，星期日晚7點。一柱奇安，咁大間屋淨係靠一碌柱頂住，有冇搞錯啊？唔通係日本啲判上判工程偷工減料？你睇下屋頂條拉仲有架車，附近有幾多機會寫住軍人設計，為咗下邊人拍拖，有咁啱碌柱頂住咁多樓嘅。此刻生命在。